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！伫咧国外做即个主日，会早起时看到大家。今仔日吼，前几工有落雨嘛，对无？今仔透早我为厝内底徛倒摆来教会的时阵，迄有日头吼，安尼远远安尼照过来吼，我感觉互洗过迄个感觉吼，是一个真好的感觉。吼，世界亲像新的共款。国外这对基督徒的意义嘛是安尼。吼，耶稣为着咱的罪受钉死，3日了后过活，咱因为来跟对耶稣，咱的性命嘛是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感觉是一个真好的主日的早起。只是时间已经到，咱三甲压头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搁一摆带领阮众兄弟姊妹伫咧主日，特别是国外在即个主日，三甲主日伫你的圣殿，主啊，为着要纪念你早前为着咱的罪牺牲，你的性命定是你家，流血来掠砍阮逐人的罪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神即时充满伫阮众人的心内，运行伫即个所在，互阮今早起透过阮的敬拜、阮的诗歌，透过牧师的信息，主啊，阮要搁一摆来思考，主你讲话对阮生命的意义甲影响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因为阮当会使主持伫要遮，毋是靠阮逐人家己的义。主啊，是因为你满满的恩典，阮将下骹今仔日的礼拜。为头到尾，拢交托伫主你的手，阮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大家平安。即时请咱做伙献开圣诗98首，咱做伙先来串联今仔日的诗歌。圣诗第98首，这首诗歌，世界名曲哈，贝多芬名曲，咱做真侪基督徒，咱就幸福，会使做伙来吟唱，遮尼激动人心的一首曲哈。咱对，先甲第一节做伙来吟一遍。请。第二站。基督故我打着分一对绝望深起过去，清早正伫迄路中间，人来能力大无比，澎湃幸福主告我，无罪路无罪朋友，耶稣做咱有力当伴，欢喜和平享受。好，这首诗歌吼，大家拢非常熟啊，所以等下咱嘛，在礼拜的过程吟唱的时阵，咱嘛带着这种望做伙来吟唱。好，咱这时做伙来看第二条诗歌，圣诗第2首，圣哉圣哉圣哉。这首诗歌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歌，特别在吟唱的时阵，拢会当感受到上帝迄种全能全知，超越世界一切，伊创造万物这种的伟大。好，咱先来甲第一节做伙来吟一遍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全能大主
这首诗歌吼，伊创作是伫个19世纪，1826年是为这位诗人 Randall Herbert 伊来写这个词。啊，后来过几年啊了后，有另外一个人把这个曲谱出来。我遮有放伊的小画像哈，伊的小画像看起来就水的，对无？为我查到的资料，看起来伊是一个真好业的地主，伊是伫个咱少数看到遮写圣诗内底是生活过了袂歹，伊嘛受到足好的教育，后来嘛写足侪首诗歌。伫个即马上出名，咱较近搁在吟唱的，即首诗歌绝对是旗舰的一首诗歌。伊一直不断伫个伊的一生，伫个宣扬上帝伊的伟大。我遮有写着，伊是生伫个英国，后来伊是伫个牛津大学读书，然后少年的时阵有即个机会，甲伊的好朋友在整个欧洲游历，可以壮游，增进他人生的阅历。最后是写讲伊是伫个印度，因为伊差不多伫个牧会16年了后，他受到英国国教派的受派到印度这边来传教。我唔知影大家感受如何，不过定定我咧唱诗歌的时阵，会感觉这写诗的人，或者是作曲的人，其实离咱敢若足远，因为因拢伫个远远的英国、欧洲、欧洲或者是美国，甲咱在地这个亚洲的生态，敢若有足远的关系。不过我看到这位诗人，伊就无共，这位牧师伊就无共。他派到印度的这个时候，其实是19世纪。迄个时阵，大家若知，英属东印度公司其实对整个亚洲其实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伊伫个印度牧会3年的期间内底，他走遍了整个印度。不断的跟英国国教派那个时候在英国的中心去甲因讲，因伫英国看到的情形，不断跟他们讲东印度公司如何用权威、用这种以上对下的政权，对当地甚至对英国造成对印度造成不良的影响，甚至对亚洲那个时候的国家其他这种贸易不对等造成的影响。所以这给我一个最深的感觉，就是耶稣基督国外的信心、国外的使命，伊呼召咱每一个人，伫咱每一个位置，无论恁即马伫倒位，无论我即马伫倒位，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上，努力发声，为着咱应该讲的话，努力去讲。3年了后，他因为在印度这些遭种，所以他很快就过劳身亡。所以他短短40几年的生命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，努力的做他该做的事情，所以咱今麦过来甲第2节、甲第3节过来吟一遍。现在，万姓拢敬拜，免流感阮尊荣奉献的宝座前。千万万天君，每日好青春，主下感谢因，愿上帝大分。第3站，现在，全地大主宰，万民大声吟诗。现在，尊敬到代代，无路三归是都彼大主宰。最后是首圣诗，咱用圣诗160首，诗曲我需要主，咱来做伙安静咱的心。准备进入咱今仔日的礼拜，请咱甲第1节、甲第4节做伙来吟。诗曲我需要主，极大慈悲，就听我
实战，是叫我需要主，一生一世，真爱做你的囝，孤单无边，求主行在我心里，是刻甲我伫地，我心无一呼气，求主永踮我心里。求主心里，是刻甲我伫地，我心无一呼气，我心无一呼气，我心无一呼气，我爱主你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，着愿伊吟诗，愿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。这是咱做伙来吟诗，信诗第2首，幸哉幸哉幸哉。幸哉幸哉幸哉，全能大主宰，咱着唱歌，做声学乐上主尊名。幸哉幸哉幸哉，将你天地甲海，学乐上帝至尊至权主宰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幸哉幸哉幸哉，全能大主宰，咱着唱歌做声学乐上主尊名。幸哉幸哉幸哉，将你天地甲海，学乐上帝。
现在，现在，万圣拢敬拜，免流感温存，迎奉献的宝座前，千千万万天君，迷离欧罗敬尊，出声感谢应，愿上帝大恩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全地大主宰，万民大声应是欧罗上帝主名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尊应到最大，阿罗上威信，都以大主宰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，顶12日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咱做伙来启应。伫新信息后壁，启应文第58篇，启应文58篇也是罗马书第8章，咱做伙来启应。关系即个代志，咱要安怎讲？伊既然无属家己的囝。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，啥人会当控告上帝选民？若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伊已经死，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。啥人会当切断耶稣基督对咱的疼？是迫害，是妖恶。照圣经所记载，阮互人看做得要杀的羊。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现今也是将来的，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创造生命、赢过死亡的主上帝，阮众人用真欢喜、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感谢你，互主耶稣基督伫今仔日国活，拍破黑暗甲罪恶的关系，互阮得到活命的盼望。主啊，当国活的真光照入阮心内，阮也谦卑看见家己的不足，求主赦免阮，
定定因为追求世间的名利，偏离你的教示。求主用国外的大能力来更新阮、洗清阮的罪过。阮也感谢上帝，带领兄姐完成这段时间的读经挑战。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灵命的美娘，互阮终生得到属灵的快乐。和平的主上帝，阮要为着即个世界战乱、真无平安的世界，同心来求主，求你怜悯遐个受战争痛苦的人民，求你平息战火，互和平的福音传到全地。求主也用这份平安守护台湾，赐智慧互执政掌权的人，保守这块土地的民主甲平安。感谢上帝领路，阮特别祈求你，赏赐文山教会全体兄弟有合一的心，求圣神引带阮，互阮伫逐项服侍中拢有对主来的快乐，当互相扶持。成做你有力的见证。阮也为着今仔日要领奖学金的青少年祈祷，求主保守因的学业甲信仰，互因伫学习的过程时刻经历你的恩典。求主赐予礼拜后会找才能到市场分才能的活动，互阮做伙分享主国外的大福音、大消息。也求你保守4月26号要去乐山教养院的野外礼拜处理的平安，心灵拢得到安息。慈悲的主，求你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衬。阮要为着教会身体欠安、身躯病痛的兄弟祈祷，求你医治因的身躯，赶走一切的病痛。守护因心灵有勇行，愿阮今仔日的敬拜、献诗甲奉献，拢得到你欢喜接纳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们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34节到43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34节到43节，伫新约147面。34节。彼得开嘴讲：“当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处人，独独伫逐邦国见有敬畏伊来行伊的人，互伊欢喜接纳。上帝所寄互以色列子孙的话，对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。伊是万有的主。这个消息恁知是伫约翰所传的洗礼以后。”对加利利起到变犹太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上帝有怎样用信心甲才能抹伊，伊就四界行做好事，医好记那魔鬼所压制的，因为上帝甲伊伫地，记那伊伫犹太人的地方，甲耶路撒冷所行的，阮做见证。人就吊伊伫叉泥来害死伊，到第3日，上帝互伊国活煞出现，毋是互众百姓看，是互上帝大圣所拣选为着伊做见证的人看。
就是阮遮个伫伊对死人中国外的了后，甲伊三甲邻舍的人，伊阁命令阮传互百姓，干净即个是上帝所立定，做活人死人的审判师。众先知也为着伊做干净，就是凡若信伊的人，对伊的名得着罪赦。以上，请圣家队来献诗。伊要献的是至尊圣羊羔，伫羊羔的宴舍原因讲：咱亲像羊行迷路，是价顶乌老永活君王。
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几日后，伊拨时间教示众人有关上帝的真理。虽然侪人相信，总是有人犹疑，特别是遐个宗教领袖，因受耶稣的教示深深困扰，因开始想办法，要将即个歹的影响除去。耶稣甲伊的门徒要庆祝搬过节的日子到啊，迄是传统中着牺牲搬过节的羊羔的日子，因聚集伫一个特别为因备办的厝的楼顶。当因咧啉食的时，耶稣摕起饼，祝谢，佮掰开伊，分互门徒。伊对因讲：“摕去食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了后，伊佫捧杯祝谢，摕互门徒，对因讲：“这是我的血所立的约，是为着赦免罪所流的血。我以后袂佫啉即个杯，直到我伫上帝国啉新的杯迄日。”
节晚餐之后，耶稣和门徒唱了诗，随后去了一个叫做客西马尼的地方。耶稣预知即将发生的事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极度痛苦的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在楼上房间时，耶稣曾告诉他的门徒，在他死后，他们会离弃他。他也曾告诉他们，他很快地会被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出卖，甚至连他最忠诚的跟随者彼得也会3次不认他，连同他拯救过的那些人也会拒绝他。在这个最暗的夜里，先知以赛亚的话应验了：我们如羊走迷途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主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祈祷了后，已经受犹太出卖的耶稣，忽然受到一大阵兵丁、祭司头甲法利赛人的官员包围啦。伊受掠、受捆绑，互因带到祭司头的面前受审问。
有关伊甲门徒甲伊的教师，伫一个充满侮辱甲欺诈的审判中，耶稣受判顶十字架的死刑。伫因将挂刺的冕旒戴伫耶稣的头壳顶，佮甲伊穿紫色的袍了后，耶稣受逼，背家己的十字架，要行去到一个叫做各各他的山顶。伫遐，上帝囝受钉伫十字架顶，受举起当作罪犯受死。看上帝的羊羔，就是担当世间的罪的。
安休日了后，第7日的头一日，天不囥的时，伯特利的玛利亚甲别位玛利亚来要看耶稣受埋葬的迄个墓。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主的天使对天落来，割开迄个石头，搁坐伫顶面。天使对遐个妇人讲：恁毋免惊，因为我知恁咧找迄个受钉死的耶稣，伊无伫遮，因为伊照伊所讲，已经过活咯。恁来看主所倒地的所在。天使搁对因讲，也着赶紧去甲伊的学生讲，主已经对死过活啦。妇人紧紧离开墓，搁惊吓，搁大欢喜，因为耶稣已经对死过活。哈利路亚！阳光归伫过活圣羊羔。耶稣讲：过活甲活命是在伫我，信我的人虽亡死，也搁要活。既然活，信我的人永远无死。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就无人就近爸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恁的心无伫背北，你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伫我的爸下家有侪侪厝体，我要去甲恁备办所在，也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，甲我徛起伫我的所在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但因为耶稣的死甲过活，就凡那信伊的人，拢要变化。一时仔久，目一年，末期扫角等的时，死人就要过活，咱也要变化。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我们这些信的人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、转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死人要复活，我们也要改变。是啊，你的看赢伫倒落？是啊，你的厉害伫倒落？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是在哪里？坟墓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但因为耶稣的死甲过活，就凡那信伊的人，有一日要甲天君三角银代代无尽恶乐诗歌讲，收太阳歌合宜得到权能、富有、智慧、快乐、尊贵、阳光、恶乐。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我们这些信徒要与天君一起唱出永不止息的赞美诗，说：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
请本堂科牧师来正道，伊要分享的是国外的信息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堂的主，我很感谢你，你带来上帝听世间众人的信息。你牺牲家己，钉伫十字架顶，互阮会当领受对天来的祝福。这时刻，阮自责，恳求上帝你的话帮助阮，互阮的性命得到能量，互阮的行动有这个基础。阮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你的手，愿主你亲身引带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伫今仔要分享信息进前，我想要问大家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可以想象一下吗？如果耶稣此时此刻站在你的面前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第二个问题，国外的主会用什么款的形态、样貌出现在你的面前呢？虽然咱会当对于福音书的记载，知影耶稣是怎样过活，咱嘛会当对于使徒行传内面的记载，知影当时军队耶稣的门徒、军将，也是讲大部分的人，因拢知影要安怎讲耶稣是如何互人定罪，因拢会当讲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迄个过程。伊嘛会当讲，伫十字架顶发生遐个代志，以及因所伫坟墓内面无看到耶稣遮个影。总是有搁较侪人咧讲，遐个门徒亲身看到耶稣，却毋知伊是耶稣。有人甲耶稣同坐倒食饭，有人听到耶稣咧讲话。伫迄个时代，大家拢会讲遮个代志。伫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了后，一直到11章，记载着耶稣的门徒彼得，伫耶稣过活了后，互信心的引带行过逐所在，伊咧宣讲福音的信息。彼得毋那是咧讲尔。彼得不单单只是在讲福音的信息，彼得还在吕大遇见一位患瘫痪症的人。彼得对他说：“以尼亚，耶稣基督治好了你的病，起来收拾你的东西吧。”耶稣的所行的神迹在此刻也显现。彼得在约帕也对一位女信徒多加，因为那位女信徒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彼得来到她的身旁，对她说：“大比大，起来。”她就睁开眼坐起来了。彼得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行了最耶稣捌做过的代志。彼得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教示，耶稣基督的所做一切的代志，敢若亲像搁一摆将耶稣放伫人的面前，显明主耶稣迄个权能。毋那是安尼，彼得搁直接甲上帝对话。伫迄天的中昼，伊伫厝尾顶祈祷。然后伊得到一个异象，上帝爱伊将律法所规定迄个无清气的米，甲伊食落去。彼得连续3届，伊讲我袂当食。一直到哥尼流的厝内底时阵，伊才明白这个异象的意思是甚么，也就是照着犹太人的规定。伊是袂当甲遐毋是犹太人的做伙啉食，
有密切的来往，袂当伫同一个躯体内面。也毋过，上帝已经指示伊，袂当将任何人当作是无清气，也是一般世俗的。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，这是真重要的一段记载，因为这章记载着彼得亲身往罗马的军官哥尼流来传福音。对当时的信徒，也是耶路撒冷教会来看，这是一个真特别的行动。伫当时，犹太人真普遍的观念是，任何要信耶和华上帝的人，都必须要先大声称做犹太人，才有可能会当称做上帝的子民，互上帝所欢喜。这种的观念很自然，也普遍存在在初代教会的犹太人的信徒，一直到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时代，也是影响着当时的人的观念。不过，这样的观念并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，那个恩典临到，让他们将这个观念做一个很大的转变。所以，《使徒行传》在记载着，除了早期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的那些要加入教会的问题之外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《使徒行传》在强调的天使与圣灵这个部分，也是在回应前面福音书所说的，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的。所以，当我们用很多传统人为的限制，要来限制人去领受上帝救恩的这个路的时候，上帝却用另外一种方式展开了他拯救的工作，也就是上帝用异象亲自向彼得和哥尼流展示他自己。这样的拯救不是靠人，这样的拯救是上帝亲自在做工，他亲自显现给人来认识他。所以有关到哥尼流信耶稣基督的这件事，彼得第一件所想到的，不是哥尼流伊要信耶稣，不爱信耶稣这么简单，是因为彼得伊有一种对犹太文化传统内面的价值观的这种问题。这个问题跟传统的宗教信仰有关系，跟食物有清气无嘛有关系。这牵涉到摩西的律法，迄种权威，甲爱守着这种律法的迄种真重要的精神，也就是因爱去保守人，会当来表明对上帝敬虔的态度。所以当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描述这位名叫做哥尼流的军官的时阵，伊是安尼咧描写。伊讲伊是一位敬虔的人，因甲伊全家拢敬畏上帝，定定去帮赞，互遐送香的人，特别是犹太人，而且佫常常真热心来向上帝祈祷。咱会当看，这位哥尼流，伊已经甲犹太的文化有结连做伙啊。所以，当彼得咧讲哥尼流这种敬虔的人，伊也佫无法度成做犹太教的一份子，迄毋是因为伊无信上帝。彼得要讲的是，爱突破迄种种族的无共款的意见。袂当因为安尼就无接纳伊，所以咱看到伫《使徒行传》内面，接纳哥尼流成做认捌耶稣基督的信徒，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。咱嘛当伫看到，伫当时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传到希腊文化甲罗马统治的世界内面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
上帝毋那是听犹太人的祈祷，上帝嘛是听毋是犹太人的祈祷。所以咱看到伫记载中间，天使对哥尼流讲：上帝已经听了你的祈祷，嘛看到你做遐好的代志啊！上帝听敬虔的人祈祷的声，毋是因为这个敬虔的人伊有啥物款的背景，伊有真好呀，也是伊有真有能力。上帝所看的是确实遵守伊的旨意，实践信仰的价值。这才是上帝所看咱人的内心。所以，当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，一个敬虔的人，在生活中必定会影响到跟他在一起的人。哥尼流伊的信仰的态度，嘛影响到伊厝内底甲伊做伙遐的奴仆。所以，毋那是哥尼流有敬虔的心，连伊厝内底遮的奴仆嘛受到伊的影响，有敬虔的心。所以，当上帝亲身启示彼得，互伊得到异象的时阵，当彼得领受异象，也搁咧思考，这异象所要表明的意思到底是甚物的时阵，哥尼流找3个奴仆来到彼得所徛起的所在。彼得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是邀请这3个哥尼流的奴仆入来甲伊同坐住。传统顶面犹太人是袂当做这件代志，但是彼得受到这个异象的信息的影响，互彼得对这个代志的看法已经有真大的改变啦。我想这个改变不是彼得伊家己去改变的，这是信心的溃烂所产生的结果。也就是讲，会当互人改变往好的，毋是人家己的能力，是对上帝的灵来的溃烂。顶礼拜，主日学有举行家长的座谈会。上个礼拜，主日学举办了家长座谈会。主日学校长在这个会议之前好几个礼拜，他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，其中有几项是家长所关心的议题，我大约列一下。他们所关心的有品格与价值观的建立，有情绪管理跟挫折的一个承受力，有要培养良好的品格，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祷告和敬拜的习惯，要了解我要怎么样去陪伴孩子去面对情绪，还有就是学习培养孩子有个良好的品格。大概整理了一下，家长所在意、关心的品格、情绪问题，如果我们从信仰的层面来看，圣经里面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。所以我会认为，父母对于上述他们所关心的这些议题，应该要去思考的是自己与上帝的关系，自己是否实践上帝的话语，自己是否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我想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家庭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爱与恩典。所以我相信，唯有自己与上帝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，那么孩子就会看见我们与上帝的关系，孩子就可以真正的与耶稣基督相遇，自然而然的就拥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。那么孩子的品格、情绪就会合乎上帝的心意。这一切的结果，都是因为父母敬畏上帝，圣灵亲自带领，所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。所以，当哥尼流
彼得讲，现在咱拢伫上帝面前，要听主吩咐你所讲一切话。哥尼流邀请彼得来上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听彼得咧讲福音。虽然哥尼流伊可能无清楚耶稣基督的代志，但是哥尼流伊真清楚知影上帝对伊的启示是要互彼得来传达出信息。上帝拣人、找拣人，是要为着传达伊的话语。我想伫哥尼流的身躯顶，咱会当看到，但嘛会当对哥尼流伊的表现，会当看到一个真重要信仰的态度。毋那是伊要听上帝照着彼得所传的信息，伊阁邀请伊的朋友来到伊的厝内底，做伙等彼得来到。伊要互伊的亲朋好友做伙来分享着上帝的话语。我想这是真重要的信仰的表现，是一种福音的传达，就是要将这个好消息互大家知影，毋是要隐藏起来，毋是要家己得到尔。所以当彼得开始讲，现在我确实知影。上帝对所有的人拢平等看待，只要是敬畏伊、行为正直的人，无论是倒一个种族，伊拢欢喜。彼得的这句话是一个真大的突破，因为犹太人无认为上帝会介意其他的民族，所以犹太人因认为我才是上帝所敬的啊，上帝敢若敬我尔。彼得今仔真勇敢，讲出这句话，是咧拍破犹太人的自我、骄傲，这是无简单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看正人拢同款，是咧表明咱基督教信仰本身的使命观。有时咱看到是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。咱讲会真混乱也好，也是会真无明净也好。其实咱做运动、和平，拢是对耶稣基督所带来。今仔日的战争，今仔日的有利益的交叉，产生的混乱，我想伫耶稣基督的厅内面，拢会平煞。当迄天来临的时，天国就伫咱的中间。耶稣基督所传扬的和平的信息，这个和平嘛会当讲是一个平安的信息。当咱人咧面对苦难、死亡的时阵，咱嘛会真勇敢来面对。这种平安是伫咱的内心，这种的平安是一种顺服甲谦卑。所以当彼得咧甲犹太人讲，毋通烦恼遐迫害咱人身体，咱爱惊是人的灵魂会落地狱的这个掌权的上帝。所以彼得爱咱去面对的是，伫上帝面前，咱毋是要面对人。伫当时，这种的论述对当时的人是一个真受统治的人，因是感觉无法度去听会落去。也毋过，这确实耶稣基督咧传扬的信息。煞接彼得咧介绍的耶稣基督，伊讲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信息，就是对行洗礼约翰的代志，信神伫耶稣基督身躯所做工，耶稣基督行遍加利利，逐所在传福音，医治赶鬼。耶稣伫耶路撒冷已经互伊定的十字架，过外显明，咧传扬福音，已经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。上重要的是，彼得要讲的是传扬福音，而且见证耶稣基督，信靠伊的人，罪会当得到赦免。当彼得伫当时
介绍耶稣基督，互哥尼流这位军官咧讲的时阵，彼得拢无提到犹太人的历史，彼得无提到耶路撒冷的代志。伊对这毋是犹太人的要见证的事，甲以色列的历史是无共款的。所以当彼得抑搁咧说明咧传扬的时阵，信心降临伫所有领受信息的人的身躯顶。所以迄定对着彼得伫边仔遮犹太信徒，上帝嘛将即个灵赏赐互外邦人。其实要互因所看见的是，即阵人因嘛当领受，而且学了上帝的伟大。所以咱看到彼得伫迄时，伊讲，遮个人已经领受信心，甲咱共款。有些人会当阻止因领受水的洗礼咧。信心对着彼得以及其他的门徒、信徒咧传扬福音，降临伫遐接受的人的身躯顶。信心是咱每一个人传福音事工真重要的一个根基。信心毋是对着人的需要，咱会当去指挥的。信心是上帝的气力，是要为着拯救迄定渴望上帝救恩的人，降临伫因的身躯顶。过去是安尼，即马嘛是安尼。信心永远会降临伫每一位渴望伊来到的人。更有一个，伫即个世代，咱真正迫切需要信心降临伫咱的身躯顶，互咱会当真勇敢去见证耶稣国外的信息。咱会当真忠实咧传讲国外的即个消息，是要为着拯救人的性命。即个气力毋是对咱每一个人，我有这个能力来当啊。咱需要信心甲咱同在。所以当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间，伊咧写的时阵讲，信心的气力甲伊同在的时阵，是咧表明咱要传扬耶稣基督，咱的气力是对信心来的。咱想想，伫初代教会迄个时期，因的环境是如何？是受到迫害，福音还佫会当传到真远的所在去。迄是因为信心做工的轨迹。伫现代，咱要传扬福音，咱要安怎行出教会即个大门？咱要去到菜市啊，咱要去到咱边仔厝边，咱的社区传福音。毋是因为咱个人较属灵，嘛毋是咱较有气力，是因为真正做工的是上帝伊本身。所以当咱要人来宣扬，要伊来诉说耶稣基督死佮过活的即个不忘的时阵，咱爱放伫基督中间，咱爱伫基督的内面，恳求信心帮助咱。会互咱会当行出去，互咱会当对方来讲话。彼得受到信心伫伊身躯顶做工，迄是因为彼得伊愿意接受上帝的灵甲伊同工。伫哥尼流的身躯顶，上帝嘛甲伊同在。所以当咱教会讲，咱教会若要奋心起来。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有见证的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教会。那个绝对不是靠某些人就能够成就的。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，很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愿意谦卑，成为上帝的同工。
让上帝的灵降临在我们教会，让每一个人都去见证你真实经历到的恩典。耶稣基督已经过我，耶稣基督已经过我。那呢，你相信耶稣基督过我所带来的盼望，咱就要知，基督教的信仰咧帮助咱的，是打破人甲人中间的迄个隔离。这种的隔离包括了种族，包括了地理、历史、文化。我相信伫咱边啊身躯边的人，侪还阁唔明白耶稣基督，侪对基督教的信仰还阁有犹疑。但是伫初代教会的信徒，因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过我，就将因对迄个传统的这种观念偷办，颠倒是因犹原伫迄个传统的文化中间，将家己的观念加入到福音的信息，显出人的软弱。咱犹原有一个文化传统伫咧，所以咱才爱亲像彼得同款，有对上帝遐来的意向，互咱脱离迄种对早前到现今这种文化价值观的这种包啊，互真正的福音会当突破咱人的限制。无论是倒一种的限制，咱拢爱互耶稣基督的过我，将这种限制打破。那呢，咱想一下，耶稣基督的过我，互你有啥物款的启示呢？当耶稣这时徛伫你的面前，你知影要怎样来劝人讲耶稣基督过我所带来祝福吗？愿信心带领你我，咱经历传讲过我信息的这种喜乐。礼拜后，咱有要去到菜市仔，咱要劝人来诉说。你想好要安怎来劝对方来讲吗？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爸，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愿恳求信心来引带阮，互阮要劝人诉说耶稣基督过我的信息的时阵，阮知毋是靠阮家己。当即个故事，阮自过去到现今，阮拢珍惜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经历，甲你过我同在的喜乐，帮助阮。使用阮，透过阮的嘴、阮的行为，互人去领受到救赎的恩典。愿主亲身看顾，愿将阮家己放伫你的手中，求你引带阮行头前的路站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唱回应的诗，新信诗98首。基督国我唱和散那，基督国我唱和散那，庆祝这伟大日子。耶稣国我一切受造恬静昂雅大希奇，请看旷野沙漠中间。一丛大树摊开阔，伊伫树叶，丰盛稳定，奥妙疼痛，向无煞，请起立。基督国我唱和散那，庆祝这伟
大旷野沙漠中间，一丛大树大开花，伊伫树叶风声稳定，乌苗听当向无沙。基督故我拿着分子，对大梦升起过去，行早行伫彼路中间，灵爱灵力大无比，放飞轻互自尊故我，无做路无做朋友。耶稣做咱有力当看，欢喜和平应享受。基督故我天顶地下，家情应该过三工。因我曾将生命掰开，分予受苦世间人。对撒旦勇敢宣告，提起主已经过我，因我上帝甲咱同在，万族祈求好善啊！请坐，这是咱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若是还未明白奉献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请坐。伫报告进前，咱做伙来读经句2遍。伫周报的第2面，请上帝所寄予以色列子孙的话，对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。伊是万有的主。使徒行传10章36节。上帝所寄予以色列子孙的话，
对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。伊是万有的主，使徒行传10章36节。欧洲圣光分担，领唱郑灵娇执事，司礼谢义宏执事，司琴张丁宪兄弟，献诗圣歌队，司宪张景伦、张一如执事，交太李尼普执事，张建团兄弟，音控施浩轩、甲柯成运兄弟。后礼拜查经基督会，主理是科牧师，司会是李尼普执事，经文是列王记上第3章。后礼拜主理是科牧师，经圣经节甲信息，请家己准备。消息报告。第一项，本主日是国外节联合礼拜，所以今仔日无华语礼拜。第二，国外节的采卵的礼物大。今仔日主日礼拜了后，会分互会友一粒国外卵，阁有一份的彩蛋的礼物的袋仔，内底嘛有一粒彩卵，阁有更新的特刊，阁有根据的卡片。主日学会到目屎的市场来分送彩卵，欢迎大家伫咧国外节找卵活动了后，做伙甲主日学做伙去分彩卵，是到旧堂一下做伙来出发。国外节采卵的找卵的活动，请少年团体陈可轩会长来报告。好，伊伫报告前呢，搁一摆说明，迄粒卵来摕起来，即粒卵是咱家己食，咱享受主要所教话，咱家己食。迄块内底有福音，迄个更新以及咱教会一张卡片，迄个要啥？互你的亲朋好友邀请因来明白耶稣基督，所以即个搁做一摆说明。好，等一下礼拜结束之后的复活节活动会主要分3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，帮我下一页。会有这个呢会放在我们的2楼礼拜堂，1楼的咖啡座办公室、团契教室外面，然后到旧堂外面的走廊都会有藏。等一下就是礼拜结束之后，会先在这边再讲解一下规则，之后会有2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找蛋。然后第2个部分是找完这个彩蛋之后的人呢，可以到1楼的咖啡座回答问题，然后签名领取我们的小礼物。小礼物有1张卡片跟木片的吊饰，然后领取完的可以到旧堂跟中庭来彩绘。所以有请要参与复活节活动的兄姐们，礼拜结束之后，请待在2楼等待活动的开始。好。再来继续报告。第4项，野外礼拜报名到今仔日4月5號，行程会当看公布栏。报名费是500塊，要参加的会当到1楼柜台来报名填写。第5，大斋节期的读经马拉松，恭喜大家挑战成功。完成42天的马拉松途经，会当摕手册到中庭参加终点站的集章。后礼拜嘛是有开放集章，会当进度较慢的
袂使放弃，会当紧补起来。第六，中职会定伫后主日中昼12点半，伫咧地下1楼召开中职会，请中职出席参加。第七项，2025年的奉献证明会当到1楼柜台找干事来领取。第八项，奖学金办法，请牧师。好，咱由愿要鼓励咱的细囝吼，遮个学生，因伫学习顶面有一寡上帝恩典甲因做伙，所以透过咱的教育团契组，有一寡审查了后，咱有以下遮个同学，因得到教会要互因的奖学金吼。所以请大专张信仪、许伯恩、许承恩、黄慧谦、张赫，高中郑子琪、陈可轩，国中施宇安、李耀恩、李祥浩。好，咱到前面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在上面可以。来，信仪，咱拍拍感鼓励。安、高恩、祥浩，咱为因来祈祷，咱甲因一个祝福的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咧面前，愿你看顾遮个青少年，当伊伫学校咧学习的时阵，恳求上帝你将属天的智慧施落伫因的身躯顶，互因伫学校内面所学习的遮个知识，成做因一生的帮助。嘛，恳求上帝你的话语甲因同在，互因一生伫倚靠上帝的话，无论因拄着任何的挑战的时阵，上帝的话你帮助因，互因赢过一切的窒碍。愿主亲身赐福伫因的身躯顶，愿祝福因，嘛恳求上帝时刻扶持保护因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拍拍感鼓励。请为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，求主医治。好，有新朋友，介绍新朋友。就不用新平安，左右隔壁。哦。啊，即阵坐伫遮是当时要开始的啊。结束要开始的吼，哦，毋是中午要开始的吼。好，今仔日是过偌济咯，真正欢喜。咱今仔敢若一两个礼拜吼，啊，所以有咱的新朋友，啊嘛有久伫咧远远的所在，今仔日转来甲咱做伙的朋友吼，伫咱中间甲咱做伙来做礼拜，啊嘛有迄个顶礼拜来吼，啊今仔真欢喜，佫看到因佫出现。咱为遮来介绍咱的。第一届来杜平峰是吗？哈，对，杜平峰，伊住伫咧艋舺，对吧？住伫咧艋舺，啊，伊是迄个张信仪咧，对啊，伊是张信仪诶朋友，伊带伊来哈，那非常欢迎你 ，OK， 谢谢。啊，咱嘛有顶礼拜的新朋友吼，黄弟兄对吧？吼，嘛伫来伫咱的中间。啊，佮有咱嘛是顶礼拜的新朋友吼，啊嘛有咱的妇女团的金姐妹，对吧？哈，金姐妹也来到我们的中间。啊，我先来行咱遮来，因姑姑吼住伫咧巴西，有无吼？对吧？巴西啊是迄个苏英姐的哥哥弟弟啊，歹势吼，苏英姐的弟弟来因。转来吼，啊，姑姑伫巴西，今仔拄仔转来，甲咱做伙来做礼拜吼，咱感觉真欢喜吼。伫过偌济个时阵，有遮尔济亲情50朋友60吼，咱再甲咱做伙来遮做礼拜，真正欢喜。好，以上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平安礼请
请咱大家甲甲边仔的朋友请安就好。好。对不起，再让我补充说明一下哈。刚刚有看到那个，我要站在这里，有看到这里有个彩蛋吗？有。不要急着抢哦，但是要找彩蛋，所以待会记得要把它拿下来，才可以去换奖品哈。所以你赶快前后左右看一看哦，一边请按问好，一边找一下哪里有彩蛋呢哈。我好想把这个摸走哦，这样。好，以上。一个吗？好，一人拿一个吗？对。没有。对吧？可娟，嘿，对，就是好，一人只能拿一个，你不要一个人撕了15个，哈，一个人只能拿一个，好吗？还没有开始找，不要紧张，好，现在我们还在逐日筹办，不要急着找。OK， 以上。OK， 好，咱来用祝福的诗，圣诗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因是山且无事足倒。请起立。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受你引带，甲你山间，心内罪恶对你明镜，对主无悔，定伫世情，愿你所有我命经历，你愿心内过好过节，献出灵爱最好模样，引带人灵魂地球，咱要是山求主赐福，困苦的人注意快乐，星星引带甲咱同行，永恒有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疼、牺牲的疼，所带来救赎的盼望，伊主耶稣对死佮过活以后，互咱有一个气力向前来跑走，有天父上帝的疼，引带咱每一天经历迄个丰盛的恩典，有信心的帮赞。互咱咧面对艰苦挑战的时，会当搬过一切。愿主祝福伫咱众人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密祷。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献歌队，请到台前咱翕相吼，献歌队，嘿。